道路嘅安全與每位市民息息相關，構建安全有序嘅出行環境需要社會共同努力。我哋亦都留意到部分嘅區域嘅道路設施仍有優化嘅空間，例如斑馬線與行人嘅天橋距離過遠，無障礙嘅配套不足，對長者及照顧幼童嘅家長構成不便。部分嘅道路亦都存在視線嘅盲點，增加咗過路嘅風險。與此同時，提升所有嘅道路使用者嘅安全意識，同樣係預防意外嘅關鍵。道路嘅安全唔應該係駕駛者與行人之間嘅責任之爭，而係需要各方互相尊重，共同守護。駕駛者應該具備防禦駕駛嘅意識，行人亦都要養成守法過路嘅習慣，多方面合作才能最大限度降低風險。我認為應該從硬件與軟件雙管齊下，硬件上持續優化行人天橋無障礙嘅配置，檢視斑馬線規劃並增設警示標示；軟件上推行分層分眾嘅交通安全教育，為長者講解無障礙嘅設施使用及道路安全提示，向家長強化攜同出行嘅監護責任，並透過情景遊戲培養學童守法意識。此外，適當調整行人違規嘅法則，可增強阻嚇，但必須堅持執法與教育並重，增強守法意識，從家庭、社區、校園沿途扎根，共同守護每一位市民嘅出行安全。